求救主耶稣，我要恭敬你，但我出来关心，为你请求你。哦，咱有小可安尼了解即个诗歌的即个旋律吼，互咱安尼咧唱的时阵会通搁较会用安尼进入即个诗歌的内容请咱备办心。嗨，安。亲爱的姐，大家平安。今仔要开始进入咱的主日礼拜，请将你的手机关机，也是开做震动，以免影响咱礼拜进行。只是请咱安静咱的心，来到主的殿中，满心欢喜，朝见主面。来呀，咱来唱歌学乐上主，咱来称赞拯救咱的保护者，咱就用感谢来到伊的面前，就对伊唱欢喜的歌，
因为上主是伟大的上帝，是赢过一切神明的大君王。圣诗292首，圣诗292首，圣哉，圣哉，圣哉！咱起立来学乐咱的上主。我心偏向我尊重，我心尽在对灵光，极限我的主。现在，现在，现在，我心偏向我尊重，我心尽在对灵光，极限我的主。请坐。咱同心来祈祷，听世间众人的阿爸爸上帝，阮称谢学乐你的名，感谢你用仁爱对待阮，互阮因为主耶稣基督的救恩，会当来到你的面前。愿你光照阮的内心，互阮随时警醒阮的言行举止，嘛愿你的慈爱充满伫阮中间。互阮的性命时时改变换新。稳定的主，求你赦免。有时阮的信仰无坚定，阮无容易赦免人，阮的信心软弱，阮常常高举骄傲甲有势力的，看轻弱小微细的，总是忽略送向人的需要。求你将你的灵敏教示阮，学习你的款式。互阮有三听的能力，会当活出美好的见证，来荣耀你的名。今仔日是原住民事工奉献主日，也是台湾中华马卡教会为着建堂来募款。求主帮助所有原住民的事工的机构甲教会，会当学习耶稣的款式，分享听甲祝福的影响力，伫生活中为主做美好的见证。求主看顾因逐项的需要甲经费，通过正兄弟的奉献甲代祷，互逐项拢有够额。主上帝，愿你的圣神降临，甲阮同在。求你陪伴阮的心，开阮的目睭甲耳孔，接到孙子光牧师的分享，互阮明白知影你所启示的真理。求你亲自引带阮，愿阮的嘴所讲的合你的旨意。愿阮的心所想的会当得到你的接纳。这时，阮要用主你教示阮的祈祷，安尼讲：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正伫地，亲像伫天里。阮的日食今仔日予阮，赦免阮的过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过负阮的人，无你带阮入日刺。就救阮脱离迄个歹个，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愿光归向北上帝，日更新的星星，上帝上帝。在你的，在你的，将来呀也完你的，哦，多么的阿门，阿门。启尔文19篇，也是诗篇84篇。启尔文伫圣诗的后壁面1033页，显着咱三角来启应。
万军的统帅上主啊，你徛起的所在遐尼互人意爱，我恋慕上主的殿院到尾分去。我的心情永远的上帝欢喜唱歌。这声万军的统帅上主，我的王，我的上帝啊！赤鸟啊，伫你的祭坛边作秀，连影仔嘛伊就家己找着阿囝的手，徛起你殿院的人真有福气。因称赞你无煞，对你得到快乐的人真有福气。因迫切爱上安山雕像，因经过大树的山谷，拢变作水源。手舞就落，福气满满。因哪行哪有力。拢要伫锡安雕见上帝。万军的统帅上主啊，求你听我的祈祷。我个上帝啊，求你爱空来听，保护阮的上帝啊，求你眷顾。求你赐福予阮所设立的王，伫你的殿院点一日，较赢伫别位点1000日，我宁可伫我上帝的厝过门，嘛毋愿点伫邪恶的人的厝内。这声，因为主上帝是日头，是盾牌，伊予咱恩惠甲光荣。伊毋捌留一项好物，无互正直的人。这声，万军的统帅上主啊，信靠你的人真有福气。这是咱来共读上帝的话。今仔日的圣经节是你新约约翰福音第6章第8节到第13节，第6章第8节到13节。我来读第8节。另外有一个门徒，就是西门彼得的小弟安德烈，甲耶稣讲：遮有一个囡仔，伊有5个大麦饼甲2尾鱼，毋过人遮尔多，敢若遮个哪有够？耶稣讲：你叫众人坐落去。迄个所在草真多，众人就坐落去，甲搭查甫人就有5000。然后耶稣摕遐个饼，感谢了后，分互坐伫遐个人，鱼嘛安尼分出在因遮。因食饱了后，耶稣甲伊个门徒讲，将食剩的碎屑仔捡起来，毋通拍算。因就将迄5个饼的屑仔，就是大家食剩的，捡起来，拢总满12篮。愿上帝赐福听趁伊的话，搁照安尼行的人。所来，咱教会时班要带咱来学乐，伊要吟的诗歌是《全然像你》。
咱要来请台湾中会马家教会孙子光牧师来证道，伊今仔日分享的题目是五饼二鱼。不好意思大家，我的台语不太好，所以我要全程用国语来正道，请大家见谅。首先，我要特别谢谢南洋基督长老教会我们的牧师李耀新牧师，还有小会全体能够邀约我们来这里，做募款的工作。我觉得不是募款的工作，我倒比较喜欢邀约大家一同建造上帝国所立的工作在世上。好像募款，我觉得对我来讲不是很好的字眼。我觉得是邀约大家一起出力、出钱，把上帝国建立在教会要工作的地方，大家一起同心参与在里面，使那个我们的事工可以推展的更顺利、更多。昨天下车站到宜兰，我今生第一次踏到宜兰的土地，我向上帝说啊。主啊，宜兰我来了，坎坷破案的心呐，不太熟。还好牧师殷勤的牧师让我宾至如归昨天他不但陪我走一段要我住的地方，他还非常叮咛什么地方啊，介绍每个地方啊，然后特别给那个工作人员特别请托他要照顾我还以为他要跟我睡在一起因为我的房间他也进去了那他让我觉得哇，虽然我在宜兰这么孤单、这么陌生那么紧张，他让我安定下来，好像吃了定心丸一样所以我昨天在那个地方睡得很好那也预备得很好。我非常谢谢我们的李牧师这样殷勤的招待我。那就像你们也一样，我们台湾中会为着宣教中心，到各处的教会，一起邀约大家一起建造台湾中会的宣教中心。我不用介绍，因为这里有，你们有吗？没有到后面拿我不用介绍，因为他已经很清楚介绍。我告诉大家，我们宣教中心最主要就是，它是我们中会的中心枢纽。对外对内，对教会，我们宣教中心就要去彰显这些功能。然后呢，在当中我们有事务所，事务所就是工作的人员，我们有总干事在里面，然后有5个事务所员工。那我们的宣教中心也是我们台湾中会的松联大学的教室。宣教中心也有我们整个议会的这个议场。礼拜的中心，所以宣教中心可以说对我们台湾中会来讲非常重要。就像我们清新中会也有中会事务所，我们是中会事务所，也兼宣教中心大楼。那么，在这样的经费上，我们用了3000多万来建造我们的宣教中心。感谢上帝，我们献坛了，不过我们还亏欠1000多万。所以我们还是要继续为我们宣教中心不断的要到每一个教会来募款请安报告。那我抽到金马奖，什么叫金马奖呢？屏东来宜兰可以说是最长的距离我接到这个通知其实我有打电话给教会说，哎呀，南洋教会好不好你们就奉献，然后送到屏东。不过后来，小会好像牧师决议还是派人来这里，所以风尘仆仆从屏东越过台北再过来，从南部也很远，从东部也很远。不过非常感谢上帝，如果不是借着这个机会，我哪有机会跟你们碰面呢？这一生可能就这一次呢。所以我看到你们也看到我什么时候还会来宜兰我这里又不可能嫁女儿嫁儿子，或者是说这里有亲戚什么。突然会来宜兰，
所以有时候这样的奇妙的安排，真的有上帝的存在。我怎么知道这一生当中可以跟南洋教会一起来敬拜上帝？我想这个对我来讲是个非常非常好的经验。那也非常谢谢大家。那今天我用这段经文，让我先说一下我们原住民，特别是排湾族，当我们在农地哈，就是在农收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很传统的、最好、最美德的风范，那就是我们在就是在收这个小米或者是芋头，我们都会留一个小小的区块，我们不会全部拿。我们去收的时候，在丰收的时候，我们都会留一点点。那个留的就是要让那些孤儿、寡妇比较这个可怜的部落的人，他们也拥有这样的机会，从那个地方取得他们生活上的需要。我们排湾族都这样，不管是哪一个收什么农产物，我们都会预留一个地方，让那些需要的人去了。我们也常常听到我们的丰年祭，对不对？大家都听过丰年祭。我们丰年祭最重要的意义就是一起大家分享，更重要的就是那个头目要把那个纳贡的，因为他是头目，把纳贡的有一个部分也要送给那些孤儿寡妇，那些需要的人。所以，容许我用这个字眼在台湾的字眼里面没有乞丐。我不知道台语怎么讲这个字，我们没有这个字眼，因为这个字眼对我们来讲很陌生，几乎没有。因为我们在部落里面，在传统里面，我们都是这样细心的，不只是分享，也为他们着想，让大家部落都能够怎么样一起受到祝福。所以我们在固有的传统给我们这么好的美德，对我们来讲值得骄傲。但是现在不同了，有买卖啦，有物质的享受啦，所以当大家丰收的时候，已经没有人在为别人想，都为自己想。就像以前我们台湾一个那怎么形容？就是我们已经跟上时代的变迁，我们也有物质的享受，我们也有那个后代的比较了，所以我们渐渐的那种宽裕的心、那种包容的心、那种分享的心，也慢慢的怎么样？慢慢失去了。那些以前为这些人想的，通通不见了，都为自己的利益着想了。就像以前我们打猎原住民有3个重要的因素变迁的时候，第一个要有水，第二个要有土地，第三个一定要有狩猎的地方。以前狩猎从山上打猎物下来，一定要在村口呐喊，为什么呐喊？就是要全部的村庄一起怎么样分享那些东西。现在哪里有？打了就卖给本地人，打了就卖给本地人。所以现在动物越来越少现在也在富裕了所以像这样的情况在我们的部落里面、新竹里也慢慢这样。这让我想到这段经文这段经文我们非常熟悉，5饼2鱼的故事我们都很熟悉。我们姑且不谈耶稣用这样那么少的东西，然后能够借着神迹喂饱5000多个人，那只是男孩子的数目然后还剩下12个篮子。对我们来讲，这个是没有人能够拥有这样神奇的能力。可是我常常在想，如果这个神奇的能力没有打动人的心，有没有用？没有。为什么约翰一定要把这个小孩子提出来？我觉得他有意义耶。为什么一定要提这个小孩子？这小孩子带着几个饼？5个饼，2条鱼。我每次在部落说那个鱼应该不是原住民的鱼那个鱼不知道这什么鱼了5个饼，2条鱼。当他呈现上来的时候，我突然想到，这个小朋友他要去听耶稣说故事，他要去听耶稣讲道、正道，他会为自己预留他要吃的东西
他会知道，可能那个时段就刚好用餐的时段，他会预留自己。他可能跟妈妈说：“妈妈，我明天要去看耶稣，我要听耶稣，我要跟很多人去围绕耶稣，听他的故事，听他的很多的分享。”所以他请妈妈预备他的5饼2鱼。那请问大家，大人会不会预备？会不会？会嘛？人小孩子都知道，到那个时间他要吃东西啊，他当然会预备啊，请妈妈预备。那些大人们会不会去？也会啊，他们也会带啊。哪一个人不会带？连小孩子都知道，大人如果他们也知道这样的情况情形，他们也会带啊。可是为什么要在这个点上特别显出这个小孩子？因为这个小孩子不计一切，献上给所有的人，并且借着耶稣基督的祝福。我想在这一幕，耶稣的祷告感动了很多人，让他们也能够因为怎么样，把自己带的东西怎么样也分享出来了。当然了，那个神迹的12个篮子我没有疑虑，但是我更相信，耶稣借着这样，借着小孩子他的无私的奉献，耶稣成就了这个事情，并且让更多的东西能够足够喂饱他们，还能够有12个篮子。那我相信，除了耶稣的祷告，也是所有的人打开他的心门，打开他的心眼，也愿意把他所带来的怎么样，也拿出来跟小朋友一样分享给大家。所以才有这么多篮子能够让这个神迹成就。我刚刚说过，我没有怀疑，我也没有否认耶稣的神迹，但耶稣可能借着这样的神迹感动人的心，使他的神迹也能够借着人的心打开，让他们也愿意跟小孩子一样怎么样把他们所拥有的带过来。为什么他们不愿意？他们可能带的比这个小孩子还要丰富啊！因为如果你给我从原文来看，这小孩子的饼算是最不好的饼啊。那你想想看，其他大人他们预备的是什么？当然是更好的、更丰盛的、更美味的。要奉献出，要拿出来，对他们来讲一定是一个很大的困扰。但是耶稣借着这位小朋友他的献出，带领他们祷告，所有的一切成为神迹，5000多个人能够喂饱。我想这个对我来讲是非常非常有意义。对5饼2鱼来讲，就我的见解是这样。那么今天我们一样的，要借着这样的机会，我们来这里一起跟大家邀约，共同来建造我们台湾中会的宣教中心。我们不要施舍你们的奉献跟你们的募款，我们要的是你们的心跟你们的付出，一同来参与我们怎么样，共同建造我们台湾中会宣教中心，它为耶稣传福音的最重要的地方。虽然你们人在宜兰，但是借着你的心，借着你的奉献，你们也如同已经参与了台湾中会的宣教事工，是台湾中会的宣教事工，因为你们能够扩展发展，更有什么更大的祝福。就像我今天讲的一样，对我们来讲，我们台湾中会，我们又是原住民，对你们来讲根本没有关系。但是如果你们看到这个经文，你们愿意把爱能够分享出来，上帝就会祝福你们。虽然我们这么遥远，隔那么遥远，我们也没有任何的关联，但是因为你们的帮助，因为你们的投入，因为你们的付出，你们的祷告，我们也在那个地方得着上帝透过你们的祝福，使我们的宣教中心真能够成为我们不只是中区而已，是所有台湾中会整个事工能够发展起来最重要的地方。所以我来这里，我刚刚讲过，希望是邀约大家一起来建造台湾中会。虽然对我们来讲，但是希望我们能够像这个小朋友一样，无私的心能够奉献出来啊！我们有一群台湾中会的弟兄姐妹在那个地方需要我们的协助。我们虽然在宜兰，我们虽然在很远的地方，但我们也愿意提出这样，就像小朋友一样，把这样无私的爱奉献给台湾中会。那台湾中会就会怎么样？像最后收拾起来的篮子怎么样？多到祝福非常的大。
所以南洋教会我在这里除了感谢之外，也希望大家能够携手一起来努力建造上帝的教会。那如果有时间，我们可以到屏东我们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时间去屏东了哈？那屏东打个电话跟牧师讲苏牧师会亲自大家能够在那个地方，大家一起去看看我们的宣教中心。那附近也有文化，我们那个原住民文化中心那个文化园区，那个地方很有名那希望这样来的目的也能够使大家一起来分享大家的爱。那虽然我不会讲台语，但是我会唱台语歌，所以我就来唱台语歌。你们闭着眼睛，我就不会紧张啊。春风吹来一阵摇乱飞香味，秋到去这朝欢喜你言时，溪水比草木青水水高甘甜，我看起上帝这充满的万美，一枝草，一点露，显明地被大慈爱，一口气，一滴水，上赐我命的丰盛。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一生中在主的内面，我老你创造大观音美，罗勒玛勒那呀。耶马罗拉，耶哟耶，我们一起来祷告。现在主，我们感谢你，我们相信我们会像这位奉献了无私的爱、无凭爱的小朋友，将我们所有的奉献在我们教会的事工上，不单是在清新中会，也在台湾中会，在任何一个教会。能够借着我们彰显的付出，使所有的事工能够得着彰显，并得着荣耀。我们谢谢你，主耶稣。我们在这里，我们更相信南洋教会对台湾每一个教会的爱、忠心的爱都一样。我们也相信他们一样，借着我们的邀约，他们也来一起承担付出对台湾中会我们宣教大楼的负担。谢谢你，主耶稣，带领我们这么短短的时间，献上我们的感恩，都是奉靠主耶稣的名，阿们。这是咱来唱回应的诗，圣诗83首，圣诗83首，耶稣基督听候，咱起立吟全首。家
用许多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就是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十字路玛利亚出世，伫昆州跳岛人来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骨，第三日对死人中倒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名，伊要对来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全国公堂的教会，圣道的相通，做赦免，肉体过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就是咱用感恩的心来回应上帝的请，请李恩清执事甲简秀美执事来书写。请咱起立。上帝，阮感谢你赏赐阮教育的恩典，互我伫即个属伫你圣的主日，会当有安尼的恩惠，会当来到教会，来到你的面前敬拜。主啊，嘛求你帮助阮去思想你的疼，用安尼的疼来对待阮身边的兄弟姊妹。安尼，阮用感谢的心奉献，愿你干纳。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请坐。这是咱来读本周的经句。本周的经句是伫哥林多前书12章36节。哥林多前书12章36节，请咱同齐来读。一个肢体受苦，其他的肢体就做伙受苦；一个肢体得到荣光，其他的肢体就做伙欢喜。咱搁念一遍，请。一个肢体受苦。其他的肢体就做伙受苦，一个肢体得到荣光，其他的肢体就做伙欢喜。哥林多前书12章36节。接来要来报告，毋知有新头一摆来咱中间的兄弟姊妹无？若无，请咱看周报的第6页。报告事项第1点，咱搁一摆感谢孙子光牧师为了主的宣教教会来我们南洋教会正道，谢谢牧师。
嘛，请咱兄弟继续来关心大道甲奉献。第二点，下主日是合堂，礼拜了后要召开定期的会员好会。咱的兄弟若迄天无法度出席，请伫24号12点以前来办公室来请假。第三点，请咱兄弟家己过目。第四点，各团契开始备办后一季的聚会内容，请伫3月初9交互办公室。具体消息的部分，第一点，20号早时9点半伫南门口教会要举办第一摆南洋区区会，咱牧师要代表咱教会来参加。第二点，请咱兄弟家己过目。第三点，3月初日下晡点半伫罗东教会7册中会妇女部要举行世界公道日，请咱有兴趣的兄弟来参加。第三点，嘛请咱兄弟家己过目。第四点，4月初8甲初107生中会商年部要举办花东山日游，报名到29截止。若有兴趣的兄弟嘛，请咱看公布栏。第六点，5月初4早时9点，伫咱教会总会的教育委员会要举行教材研习会，嘛欢迎主持学老师来参加。煞来大道事项，请咱看本周的大道函，还佫有下骹的生日18、22、23、24的兄弟，咱就受请生日快乐。咱请牧师来补充报告。大家平安。咱搁一届欢迎孙子光牧师来到伫咱的中间吼。一般来教会的募款拢是为教会吼，真少是为中会。所以搁即届搁安尼对屏东安尼风尘仆仆来到伫咱中间吼。所以较等下若礼拜三咱嘛会通甲孙牧师会通有较侪互动。孙牧师在我们当中仍然有泰雅宗会泰雅尔族的那个弟兄在我们当中。我们当中有好几个家庭是傣燕的，是在那当中真的好，那等一下过来就是提醒咱后礼拜这个会员好会，所以请咱兄弟安尼会通出席，咱拢尽量来出席。若确实咱时间多少的缘故，无法度出席会记哩，用到书面甲电话，也是迄个简讯的方式来甲干事来通知，安尼才会通有一个会通互咱这个好会会通安尼真顺利来进行。以上的补充。所来顶周聚会出席的报告，请咱兄弟家己过目。事项表的部分，下礼拜复赛当天请备办生提早来教会准备。会计的部分嘛，请咱兄弟家己过目。若有错误，请干事提出更正。这时，请咱同心来祈祷。公义慈悲怜悯的天父上帝，愿要为着世界上面对战乱的国家、国际局势，甲全球气候变迁来代祷，恳求天父的和平会当降临其中，帮赞安慰因为战争遭受苦难的人民，也恳求你，互阮有感恩的心，会当珍惜保护你所创造的教会。主啊，我嘛求你赐福，互阮国家的总统、政府官员，监察因，互因行公义、好怜悯，用谦卑的心甲你同行。使阮有良善的社会甲环境，安定的政治甲经济。若是合你旨意的，求你成全应允；若是属于歹的，求你主动看顾。仁爱稳定的主，我们要为着主你的教会建堂。遴选建筑师，甲2月25会员好会顺利来祈祷，求主亲自引带竞选你的工人来建造属于你的教会，也保守阮下主日要召开的会员好会会当顺利召开进行。因为每一届的好会拢是你稳定的记号，愿为此献上阮的感谢。亲爱天父上帝，你是阮的照伴，是阮患难中随时的帮赞。阮的瓦靠，主啊，你的查某囝郑淑云姐妹刷了地上的路口，
安歇伫主的怀抱中，求主亲自安慰素云姐的亲人朋友，特别是贤哲弟兄，互伊忧伤的心会当得到安慰，擦去悲伤的目屎，伫你的内面会当得到平安，心灵得到快乐。暂时的离别，伫既然中，望将来伫天国再相会。主啊，我嘛要为着阮教会中心灵软弱、身体健安、当地治疗奉献的兄弟姊妹来祈祷，特别为着路人节执事李焕辉弟兄、黄珠姐、家珍姐、试炼姐、赖玉如姐妹、杨志强弟兄，求你的话充满伫因的心，刷走因心中的不安甲惊吓。保守因的心，因为你的话有得到喜乐甲愿望，我可你会当早日恢复健康。祈求上帝帮助因伫休困的时有好的睡眠品质，保守因伫生活、工作、家庭中经历上帝丰盛的恩典。感谢你听阮的祈求，安尼祈祷拢是靠救主耶稣的名求。阿门。阿门。这是请咱起立来吟祝福诗，圣诗398首。愿咱救主耶稣基督，唱线咱请林牧师祝祷，请起立。全能天父上帝，阮满心感谢你，祝阮何等福分，成做主你国度内面的一份子。祝阮特别为着阮平共款伫主的内面伫屏东即个台湾中会因的即个事务所的即个建堂的即个经费，愿搁一届主你来仰望，愿你照着你的信息来补足。所有一切的欠缺，互所有欠缺的会通真做侪伫台湾中会的遮个祝福，互因伫迄个所在会通真做一个真好的即个信仰宣教的中心，来帮助利益侪遮个信徒会通安尼信仰得到徛在，也会通来互更较侪遮个族人会通来领受对主你来的救恩。祝阮也有份参与伫咧即个中间，愿你也施恩赐福伫阮所有正兄弟顶面，互阮所参与的真正会通看见主你怎样安尼，亲像五块饼两尾鱼共款，互侪即个时间安尼变成做会通来养饲侪人因的心灵来得到一个食饱的所在。但愿平安的上帝家己互恁一真正胜。各愿恁的心甲魂，以及身躯，伫咱的主耶稣基督过来时，拢得到保全，无通嫌。吊恁的是信是以后要正义。但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听读，圣神的相通，甲恁众人三个伫地，对即时直到世间的落尾。阿免。谢谢灭道避讳。